大家健康要平安嘅心。嗱，我相信啊，拢重人啊，在世間的行道啊，冇有講冇錯，錯在上帝裏面都跌落罪惡嘅方面。嗱，我嘅經節也講出家啲，在呢個羅馬書3:23按樣人講，因為到攏重人做落罪惡嘅方面，冇上帝嘅功用，係咪啦？上經節都講出家啲，攏重人類跌落罪惡嘅方面。從當個出嚟哈，自家都被到取出射了，其他自家登山做嚟嘅取，咪因為後家解決啦，自家登山人類又解決自家嘅取，因為到自家被到取，自家冇可能又繼強又出強自家罪惡嘅方面。嗱，然後呢個羅馬書3:24樣講自家啲，透過上帝嘅恩典，自家得救得到義人。上帝做了阮一家，係嘅經節講，拍耶穌基督贖一家。嗱，這樣人自家要謙卑嘅心嚟相信耶穌基督係個救主，當佢十字架嘅的，佢死，佢贖一家人類本罪惡太多。但係嘅樣做呢？因為到約翰3:16按樣講出家啲，因為到上帝嘅愛安排對了世間。世間要咩呢？世間要人類，上帝嘅愛對世間嘅人類安排，所以佢派嘅單責人啊，都係按照耶穌基督本設計。為了乜嘢？為了萬人相信佢啥，唔係得到滅亡，但係得到永久嘅生命。耶穌基督派下來死在十字架，贖一家人類被到罪嘅，萬人相信佢啥。唔係得到滅亡，滅亡呢啲講到意思講我死路嘅生命，但係得到永遠嘅生命，都係得到天家嘅啲享受嘅生命。嗱，這樣嘅係叫謙卑嘅心，相信耶穌基督係個叫做為難嗎？我係講兄弟姊妹聽，唔係難，你心裏相信，你口裏承認耶穌基督係你上帝，係你救主，你得到呢個恩典，主祝福大家，阿門。